Hello，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老挝农村这里是阿喜家里今天呢没什么干了，主要在家里休息所以阿喜就拿一点酸角辣椒来做吃一下就看阿喜做好不好吃。这种酸角太酸了不甜就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好吃嘛，因为太酸了，就这样做就好吃做多了也吃不完，因为太酸了，只要做一点点够吃了就可以了。因为不甜嘛，太酸了，只要不要吃多吃一点点就可以了。用一点味精如果不用味精就不好吃了，所以用一点味精就好吃。用一点盐和辣椒，盐和辣椒在一起了就用一点盐一点辣椒就好吃。这里是辣椒和盐和辣椒都在一起了。我们在老挝农村一般家里都还是这样做饭和烧水这样的，一般还是这样。这里还是用用树来做这里是红木红木。还有多一点红木现在阿喜还做还没完，他正在做，等一下做完了就吃。看阿喜做一下。太暗了，看不见酸角和辣椒味精盐都看不见，太暗了。再尝一尝好不好吃，还有什么还不够再用。还有盐还不够再用点盐和一点辣椒就好吃。如果用盐多了也不好吃了，就用多一点和辣椒嘛。辣椒用太辣了就太多了，就太辣了就不好吃，只用辣一点就好吃。如果喜欢吃辣的人就还可以嘛，但是不喜欢吃辣的人就用一点就可以了。看环境家里现在就做可以了去拿盘来放酸角进去可以了，现在就开始吃。
搞生饺进去盘里面。就用这样就够吃了，因为太酸嘛，做多也吃不完，这样做就可以了。盐够了也不用，就可以了。还有生酒，生酒多了吃不完下次再吃，因为太酸了。现在就开始洗勺子，洗勺子就好了，就开始吃。然后现在就开始吃，好不好啊？好不好吃？太酸了，他说太酸了。看安琪做春酒怎么样？好吃好吃如果喜欢吃酸的人就好吃，但是如果不喜欢吃酸的人就不好吃如果喜欢吃就好吃。好了我的视频就拍来到这里就结束了。OK， 下次见。OK， 拜拜。